好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NFA Centre。今日我哋會講加息無可避免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類型嘅影片啦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可以俾個 like 呢條影片啦。同時都可以上 NFA.Centre 睇更加多相關嘅內容嘅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立即開始啦。今個禮拜咧，我哋就見到咧，美國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咧已經升到係4.339啊。4.339厘係一個乜嘢概念咧？就係咧，我哋講緊美國嘅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。對上一次見到4.339咧，已經係講緊25年嘅2月嘅水平㗎啦。咁啊，再之前咧，直頭去到24年年中添。咁之後咧就一路跌咧，跌到3.3到3.69等等嘅。咁嗰陣咧，我就會見到我哋有個大概1年零嘅一個減息嘅周期啦。咁呢排咧，你會見到咧已經係急速上漲啦，即係已經連續幾個月咧係升得好快嘅，即係連續5個月咁樣升嘅。咁今日咧就已經升到4.339厘。咁啊，我哋之前咧喺我哋呢個 NFA.Centre 咧，其實我哋之前一路都喺度講咧，美國嘅一個嘅債券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咧，其實係一個指標嚟嘅。一個乜嘢指標咧？就係講緊美國聯邦利率。OK，美國嘅 interest rate 究竟係升定跌咧？其實你淨係睇2年期債券孳息率咧，其實你基本上你都知道佢點行噶啦。而家咁講啦，你講緊藍色線咧就係美國嘅利率水平啦。咁而家就大概咧喺3.5啦到3.75嘅水平啦。藍色線你會見到啦。咁你會見到咧，每一次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跌咧，咁聯邦利率藍色線就跟住跌。然之後你會見到2年期債券孳息率升 ，OK 慢慢升緊啦。咁然之後佢就慢慢升 ，OK 呢度大跌2年期利率大跌，咁啊跟住聯邦利率就減落嚟，跟住就你見到 Covid 之後咁大量印錢，跟住就聯邦利率升啦，咁啊到時又跟住升咯。咁你已經見到咧2年期債券孳息率係4.3，然之後我哋嗰個嘅聯邦利率咧，其實而家就係3.5到3.75厘啦。咁其實咧都已經係3級調嚟㗎啦，即係超過3級，因為當每次加0.25嘅話咧，其實呢度已經係成3級㗎啦，即係要加3次先至追得翻嘅。咁所以變咗而家其實好大機會咧，就係會美國都會有個加息嘅。咁但係下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幾時去加息啦？幾時去加息啦？因為其實我哋見到，因為2年期嘅債券孳息率同真係而家嗰個聯邦利率其實偏離得幾多下嘅，即係你講緊3.5到去到4.3喎，其實差唔多已經就嚟去到1厘㗎啦咁樣。咁下一次美國聯邦利率嘅開會咧，就喺7月29號，即係香港大概7月30號嘅呢個時間啦。咁啊，你會見到咧，其實60成機會咧，暫時咧利率都係不變留翻喺3.5至3.75厘嘅。咁啊，大概35% 咧先至話會加嘅啫。咁啊，其實最近我哋見到一啲 CPI 嘅數據都唔算話特別好，但係我哋會見到即係可能新增就業職位都唔算好強勁，但係大部分人都有工開嘅而家。OK， 純粹如果你 quit 咗喺美國，你而家 quit 咗你份工，你就好難揾翻新工咁解嘅啫。咁喺呢個情況下咧，其實即係大致上都仲係喺均衡嘅位置，但係始終2年期債券孳息率一升咧，就被逼咧聯邦呢個 Fed 咧，即係就一定要係去加息嘅。咁你所以見到咧，去到9月16號下一次會議嘅機會率咧，加息嘅機會加到3.75到4厘，即係加0.25咧，係55%嘅，55%。咁如果再加得多啲咧，即係直接加0.5厘咧，去到4厘2咧，直頭都有24.7%。咁你變咗55.4，再加24.7，其實夾埋咧已經係80% 嘅機會率。基本上其實你可以好肯定咁樣，即係呢一刻係好肯定咁講，你話9月會加息嘅機會率實係非常之高，非常之高。咁所以就9月就變咗會係我哋真係成個利率嘅走勢嘅一個主菜啦。咁我哋就好大機會咧，會喺9月咧會收到一個加息嘅信號嘅，除非即係一啲乜嘢咧，我哋可能見到通脹回落啦，又或者失業率突然飆升啦。咁最主要都係呢2個點嘅，即係聯邦即係一個 Fed 佢嗰個就佢哋聯儲局咧，佢主要都係睇呢2樣嘢嘅啫。有冇充分嘅就業啦，一個通脹會唔會好誇張啦？咁通脹嚟講咧，最近嘅數據咧，其實就冇反映到嗰個嘅
油價嘅走勢嘅，因為我哋講緊，其實我哋一路都講㗎啦，係油價嘅走勢，我哋一路喺呢個 channel 入邊咧，我哋都係睇升嘅。點解咧？就係我哋講緊喺一個嘅商業週期嘅尾端咧，通常我哋油價咧都係遲過股市到頂嘅。咁而我哋見到其實我哋個股市雖然話呢個禮拜標普唔算做得好好咧，咁但係依然喺個頂上面嘅。咁但係油價就未到頂啊，咁所以我哋依然係睇我哋嘅油價係會繼續上升嘅。咁油價上升亦都會造成通脹呢個問題啦。咁所以變咗我哋依然會 expect 油價會繼續上升，然之後去到最後就令到通脹上升，咁可能到時先至會真係做到衰退啦。但係呢一刻我哋未衰退住啦。咁但係無論係點，油價上升都會令到通脹上升咧，其實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美國聯儲局需要去加息嘅一個理由嚟嘅。咁當然即係你話會唔會突然之間即係油價又大跌翻落去咧？咁樣其實過去嘅時間咧，其實我哋都好少咁樣睇嘅，因為你會見到我哋連續2個月油價跌翻落去啦，咁然之後今個禮拜有一個即係今個月有一個爆升嘅情況。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過去幾次升即係呢個油價上升咧，其實佢都係純粹升一升。可能跌2個月之後又升2-3個月再跌再升，即係 keep 住一個向上升嘅過程，好少話淨係 spike 一下之後就完嘅。咁所以就我依然會覺得油價仍然有上升嘅一個趨勢喺度啦。尤其是我哋如果用一個 weekly 嘅 RSI， 我哋見到都已經重返50以上啦。咁已經連續3個禮拜油價都 keep 住向上升啦。咁所以變咗油價上升造成嘅通脹被逼加息，其實呢樣嘢似乎都係會繼續出現啦。咁當然啦，咁亦都係因為有加息嘅預期咧，我哋都會預計咧喺9月之後咧，我哋會造成一個市場嘅震盪咧。一開始大家可能好驚加息喎，即係所有嘢會唔會投資減少啊？即係大家都唔再投資啦，咁然之後純粹去做定期啦。咁但係其實加息對於市場嚟講係一個好事嚟嘅，因為你加息就代表個市場即係依然係喺一個好熱嘅過程啦，即係唔係差嘅過程啦。咁只不過去到最後先至會話真係去到衰退，但係呢一刻依然個市場係非常之熱嘅。咁我哋睇翻標普500指數啦，咁標普500指數咧而家依然係一個頂嘅過程啦。咁我依然一路都話㗎，而家就好似行緊2018年嗰個走勢啦。點解2018年嗰個走勢啊？首先就係又係特朗普嘅年份啦。咁今年又係中期選舉年啦。咁之前已經講過好多次㗎啦，無論係唔係特朗普嘅中期選舉年都好啦，我哋都會見到咧，美股喺第3、第4季咧都係會有個跌幅嘅。對上一次，OK， 拜登2022年嘅一個中期選舉年啦，咁嗰一次咧由6月跌到落10月9至10月啦，咁足足係跌咗2成嘅，跌咗2成。咁然之後對上一次18年，我哋話今年好似嘅18年咧，咁亦都由一個10月跌到落12月咧，係連跌咗，都係跌咗20%嘅。咁再上一次啦。如果2014年咧，2014年年尾嘅嗰一個跌幅咧，中期選舉年嘅跌幅咧，其實都係有10%。咁所以變咗年尾你就會話大概有10至20% 嘅跌幅咧，其實係非常之正常嘅，因為呢個係不嬲中期選舉年都係會出現嘅事情嚟嘅。咁所以變咗嚟話，當我哋見到下一次議息會議係9月嘅時候咧，咁相信呢個就會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就係點解會覺得個市會跌啦？就因為加息咯，加息大家好恐慌。冇人投資啦，咁係咪就咁咧？即係當然事實未必係咁，但係每一次加息咧，一開始都會先做一個震盪先，尤其是啱啱我哋先至完結咗呢個減息週期，咁快去翻加息咧，咁預期都會有一個震盪喺度，咁所以就大家係未來呢幾個月都要去小心做一啲投資啦。咁我哋一路都開始喺度講㗎啦，大概8月到9月其實係一個比較危險嘅時間啦。例如話我哋對上一次睇2022年咧，咁就係咧。個 top 咧就係喺8月15號，咁然之後咧就連跌到去10月10號嘅8月中跌到10月中 ，OK， 8月中跌到10月中，連跌咗2個月。咁如果再睇翻特朗普嘅嗰個年份，2018年，我哋係睇到由10月 OK 跌到落12月24號嘅 OK， 即係呢個係聖誕節平安夜都仲跌緊落去啊！咁所以變咗你會 expect 到未來呢一個第3同第4季。
應該係會見到一個比較大型嘅跌幅，最早可能我哋就會喺8月中已經會開始見到呢個跌幅啦咁樣。咁啊，呢個就係大概今條片嘅內容啦。咁啊，大家都要去即係尤其是而家都已經係7月尾啦。咁我預期仍然係美股咧，依然呢1-2個禮拜咧可能會即係今個禮拜雖然可能紅色啦，咁預期下個禮拜都仍然會做好，直至8月中先至會開始見到一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啦咁樣。咁啊，大家都要即係好小心去配置嘅自己嘅資產啦。咁啊，以上嘅條片咧都唔係一啲嘅投資建議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咩問題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咁啊，亦都可以 join 我哋嘅 Telegram 咧，同我哋一齊去睇一啲市場嘅更新嘅。咁呢個係我哋今個禮拜嘅總結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